好，这粒丹那斯风台呢，即届是造成中南部几内个县市拢停电。根据统计，一直到头拄11点的时阵呢，在全国是有超过66万户捌失电的。目前也阁有40万7千多户是还未复电。也那嘉南地区这灾情嘛是40年来上界严重的。电火条啊，规个后长经过一暗大风大雨，台南7号受灾严重，电力到初7早起还未恢复。手机也是有，手机也有电能通，但是电火内面乌天地啊，无法度。伫云林市同这场大树挡袂了规暝的强风大雨，一只连根板桥倒去，影响边仔的电火条啊甲相关设备，也互当地无电通啊用赶紧通报台电抢修。你话倒位，倒落抓电火条看。等伊啦，系啦，连你起嘛起啊，你无看。另外，伫南投德山的下边，甲大港协会的初乡地区，因为顶楼啊连根倒去地下电火条啊，目前拢也在抢修。家己关市也有真侪线路跳脱，路像地下电线电火条啊，高雄也是为7日暗开始，都有真侪所在停电。环流造成台电高雄区处辖区，包括冈山、弥陀、湖内、燕巢以及田寮等地区。出现多起停电灾情，那很多的设备啊，都因为道路的一个路树倒塌，那压断了我们的电线，好，还有我们的电杆，所以造成了停电的状况。台电统计到初7 10点，台南市总停电数有18万多户，其次是嘉义县的12万3千多户，云林县高雄市甲嘉义市拢会达到数万户。台电表示，这摆风台我台湾西部就北欠地形冰种造成电力受损，会达50年来上严重。因为这个大概是40年来第一个从这个云嘉南平原进来的台风，所以它都是平原嘛，没有什么阻挡，所以损害的情况还蛮严重的。那台电已经从南部、北部还有东部都调人员下去，主要的云嘉南去支援的。到初7早起11点，全国总停电户数达到66万6千多户，其中25万9千多户已经修复，也毋过也有40万7千多户还未复电。台电已经加派电力抢修，也毋过什么时阵会当全面复电，也要看实际抢修的状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